釘釘新手指南：互聯網客戶案例。新浪微博。新浪微博是一家享譽全球的社交媒體平台，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創新機會，滿足用戶對社交媒體的需求。在這個快速變化的互聯網時代，日常工作使用多個系統協同困難，交互能力弱，平台業務處理效率低，業務團隊多元化，管理模式難統一等問題漸漸顯露。針對這些問題，新浪微博選擇與釘釘合作，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構建業務協作網，進一步提升員工的智能化辦公體驗與業務協作流轉效率。一釘釘魔法棒。釘釘 AI 魔法棒的全新視覺，可以幫助員工快速篩選重要信息，不必再頻繁的查看消息。新浪微博還利用釘釘魔法棒智能生成會議代辦，跟進項目更高效，同時通過釘釘微波機器人為員工提供全天候 AI 支持，幫助員工更加高效的工作，提高團隊的生產力。而釘釘專屬版。新浪微博集成了釘釘平台的業務系統和機器人，涵蓋了新聞發佈數據、門戶銷售、產品投放指令等多個方面。釘釘機器人能夠及時通知團隊、值班人員和值班群，提升問題解決效率。問題解決後，釘釘機器人會自動同步系統情況至釘釘群中，形成完整的問題處理閉環。三上下游組織。新浪微博在保留原有各業務團隊釘釘組織的前提下，構建了統一的內外協同溝通平台。總部按需精準授權不同業務團隊負責人管理子組織管理權限，既能統一收口管理，又滿足了各團隊自主管理的訴求。在上下游組織工作台中，可使用日誌雲盤、視頻會議等多種釘釘效率工具，組織間開展業務更高效。通過與釘釘合作，新浪微博提升了業務效率，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。